峰哥，今日我哋拍攝咁順利，見到你轉數又快，平時有啲咩活動係令到個頭腦咁 sharp 醒㗎？做運動啦，注意飲食同埋休息，一定要有嘅。唔知係咪真係年紀大咗？有時喺屋企咧，想行出房攞啲嘢嘅，一出咗門口咧，唔記得咗咯喎。所以咧，我一定會食漢方新言、腦活原方，補個腦啊！我知道佢可以促進腦部突觸功能。咁其實突觸係啲咩嚟嘅咧？峰哥啊，大腦咧有成1000億個神經細胞，佢就好似指揮官咁樣咧，控制住我哋身體嘅日常功能，包括記憶啦、學習啦、語言能力啦、空間感啦咁樣。而呢啲功能咧，必須要靠突觸呢個咁特殊嘅位置咧，先可以執行到。神經細胞咧就好似電線網絡咁樣，要靠突觸連接埋一齊。如果呢個連接位出現咗問題，就好似我哋電線接觸不良咁樣，就會搞到功能唔正常啦。例如腦退化，突觸功能唔好，就會令到腦部開始衰退、退化咁樣嘅徵兆就出嚟啦。我知道佢可以增強呢個認知能力啊，同埋抵抗腦退化嘅功效啊。咁其實認知能力具體係啲咩嘢？同埋仲有冇其他嘅功效？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好處啊，包括改善學習同埋記憶力啦，提升執行力，即係做嘢更加有條理啦，加強空間感，例如認路啊、睇地圖會叻咗，仲可以提升社交能力同埋語言能力，講嘢表達都會暢順啲。另外專注力都會好咗，唔會咁容易分心。最緊要係佢仲可以活化腦細胞，幫我哋全面強化6大機能。等個腦更加靈活醒目。佢應該最適合係啲咩人士去服用嘅呢？如果家族有腦退化歷史，覺得自己嘅腦轉數唔夠快，記性差，或者成日唔夠 sharp 醒，都可以試下。我哋有啲女性嘅用家仲幫到佢哋瞓覺瞓得好咗，可以一覺瞓到大天光。所以無論係後生仔或者長輩都啱用㗎。Michael， 好多謝晒你。咁我而家要去讀劇本啊。呢盒嘢我攞走先啦。仲有2盒啊，峰哥。得啦，我會㗎啦。加油啊，峰哥！